我们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其实大概40年左右，金马是相对晚解严。那当时在关押政治犯的场景非常多。那我们这部片里面很重要的新生训导处，它是1950年代，是白色恐怖前期案件高峰时期非常重要的政治犯监狱之一。在那个地方，其实政治犯刚去的时候，这个新生训导处这个地点连围墙都还没建起来，许多的建筑设施、生产设施都还没有成立，所以政治犯在那边除了上政治课之外，必须做各式各样的劳动，包括把自己所生活的空间乃至于围墙盖起来。因此，相对于其他监狱来讲，他的生活方式会比较不同。非常感谢之前的编剧，其实有帮我们整理出填调资料。那我们根据这个填调资料当作是起点，再看了很多像是走过长夜，然后跟口述历史，然后从这些资料当中发现说，每一个人其实他们都有蛮多故事可以讲，而且也都体现出当时的样貌。火烧岛曾经有一座非常厉害的医院，而那个医院里面非常特别，是犯人是医生这样子。那其实里面那时候他们讲很多医生，大概10几个医生在那边，基本上可以组织成一个台大绿岛分院。对于绿岛最大的影响，其实就分3个层面。第一个就是医疗、农业以及教育。所以后来我们在改变的时候，其实就针对这3方面，然后把这3方面的东西把它放在我们故事里面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阿贵比较像是他们进入这个故事的一个借镜。当时的所有医生啊，包含摄影师啊，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，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之下动手术，然后在当地建好水坝，改造农业。对我们来说，他们有一点像是超人。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比较平凡的阿贵的视角，这群人除了在他们自传或者是史料当中呈现的样貌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是如果作为真正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，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互动？邱永贵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执念的人，相对于其他比较有知识水准比较高的，那他们对于一些决定还有看事情的角度都会非常的宏观。那像邱永贵就是非常的直线线条，他会觉得，这个该做就该去做，所以他也是在不停的进监狱之后，不停的碰撞，跟自己原本学到的、知道、认知到的所有的教育教养来去做抵抗，然后再重新学习。角色的脉络很长，他平常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我的设定就是他很狼狈，很不喜欢这里，很不想要待在这边，想尽办法的不要让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。到最后，罗有德我的设定，他其实就是他看见了，原来我们都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原来我们都是人，因为在绿岛的那段关系，他认识了自己，认识了生命，认识了人。木雄来讲，我们设计他是战地医生，他非常富有正义感，然后他也上过战地，但是他有创伤，后来在另外一次手术里面，他被引发，所以他有非常强烈的，就是我要带你们回去的这种愿望。有德这个角色就是台大最年轻的外科医生，台湾如果有第一个人可以得到诺贝尔医学奖，就是他，但他觉得他在这里是格格不入的，这个不是他的世界，他的世界垮掉了。傅源他也是医生，他是医学博士，他是双轨，医学也行，文学也行。后来我们就把教育这一块放在他身上。朝晴的话，他是相对一个比较忧郁的，他很感性，所以他遇到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开始哭。单纯这样子的气质，我们也想要让他发挥一个戏剧上的效果，因为他会很想要离开这个不属于他的地方，那所以他会做出一些廖北啊，或是告密的这个行为。1950年的时候，嘉义番路农会金融股长周永富被捕，在被捕的时候，当时保密局的干员开枪气捕他，他有中弹，脚部中弹。到绿岛去新生训导处的时候，他的脚其实一直都非常不舒服，身边的医生政治犯难友就想办法用非常有限的器材帮他动了手术，把子弹拿出来，而且让他有机会休养痊愈。当时政治犯也好，官兵也好，官兵的家属也好，开始有医疗需求了，但是绿岛当时医疗设施是有限情况下，应急派上用场，慢慢的形成了医务室，慢慢的医务室规模越来越大，然后甚至是当地的居民难产的时候、生病的时候，也有医生政治犯照顾。他们是一群医生，他们在那里努力的求生存，自然而然发挥了他们的一个专业跟本业，帮助自己，也帮助别人。想想看，一个年轻的一群医生，有着大美好的未来，可是你却被放在火烧岛上面，那你的未来是什么？他们其实看不见，那他们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？他们没有选择，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不如发挥我们的专业，是不是也有机会
为绿岛带来改变。我想这也是他们存在的另外一种方式，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一个价值。